其實深中經濟合作區咧喺2028年至正式嘅啟動嘅。咁喺2023年啦，第一次就喺深圳嗰度去亮相㗎啦。咁喺早期咧19年到21年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係為咗搶先，咁嗰時候咧就買咗馬鞍島嘅。當時嘅樓價咧去到25,000到35,000嘅，同埋咧當時咧樓市非常好，加上深中大橋咧仲係一個建設嘅一個過程中，咁大家咧會覺得咧中山咧係好快就會飛騰。咁佢嘅樓價咧都會隨住去水漲船高嘅。咁而家過咗5-6年之後啦，咁其實中山馬鞍島係變成咩樣？我哋一齊去睇睇。咁目前中山新嘅碼頭咧已經係落成咗㗎啦。咁有超過200間嘅企業咧都係喺馬鞍島呢個位置嘅。咁其中有1/5啦係來自於深圳嘅。近1-2年咧，一到節假日啦，馬鞍島呢度咧都係人比較多，因為成個中山最靚嘅日出點咧就喺我哋門口呢個位置㗎啦。係啦，咁同時中山咧，佢係有一個不可複製嘅一個位置嘅，可以見到佢嘅正前方咧就係深圳，而佢嘅斜上角咧就係香港，咁佢右手邊咧就係澳門，咁而佢嘅左手邊咧其實就係南沙噶啦。佢嘅地理位置咧係決定咗馬鞍島嘅一個發展同埋中山嘅一個發展嘅。特別喺今年嘅2026年咧，其實有個報告係寫入咗噶啦，就係會除咗深圳之外係引入咗澳門同埋香港嘅。咁嘅報告寫得好清楚，港澳做研發，中山作為生產，全球作為一個銷售嘅一個方向。可以見到啦，其實佢成個商業街咧已經係起好晒㗎啦。咁目前咧係有少部分嘅一啲商家咧已經係入住咗嘅。咁佢大部分商家咧而家係處於一個裝修嘅一個過程。咁同埋我哋可以見到啦，咁其實從佢嘅外立面同埋佢嘅水景可以想象到，如果到時佢所有嘅一個招商完成咗之後咧，其實呢度係非常適合我哋平時拍拖啊、行街啊、食嘢啊同埋親子活動嘅，因為呢度佢仲會打造成個中山最大嘅一個室內嘅兒童樂園。咁佢嘅 IP 咧又會有咩咧？會有托馬斯啦、天線寶寶啦、變形金剛啦，呢啲嘢全部都會喺呢度。2028年全部都會做好，包括佢嘅一個雙子星塔，包括佢一個會展中心，全部都會喺2028年咁樣去做完㗎啦。咁而家我哋睇嘅呢一個小區咧，佢係由別墅同埋高層嘅一個組成嘅。咁佢之前嘅別墅咧賣緊嘅咧係600萬到2000萬之間，已經係賣晒㗎啦。咁可以見到啦，其實我哋成個小區入到嚟咧係以一個東南亞同埋一個嶺南嘅一個風格去設計嘅。咁而我哋左手邊咧，你見到個門關住呢個位置咧，佢係一個電子嘅一個自動門。咁咧佢係我哋業主嘅一個會所。咁入面咧會有游泳池啦，會有個會客廳嘅。咁同時咧，我哋成個設計度咧係用咗好多中山嘅一啲沉香，同埋中山尖圓嘅一個常紋嘅一個設計嘅一個元素。咁我哋業主翻到嚟，如果唔係揸車嘅時候咧，行路入嚟咧，可以見到中間仲有個荷花池。咁佢個階級咧，俾我哋嘅寓意咧就係步步高升，同埋一個招財入寶嘅一個設計喺度。我哋成個小區咧，其實係以一個雨林嘅一個設計風格嘅，咁所以呢個屋苑啦都叫做園墅。咁發展商喺做一個園林嘅一個風格嘅時候咧，佢係希望咧我哋業主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會更加嘅一個舒服同埋放鬆，就好似你去咗一個森林嘅一個感覺，令我哋人同自然咧可以互相嘅一個相應一個結合。另外咧，我哋成個園林嘅一個過渡咧，其實係擺咗好多呢啲實木嘅一啲凳嘅，咁同埋啦，有做咗呢啲東南亞嘅一啲庭院嘅一個風格，可以俾業主平時可以休息嘅時候可以用。咁我哋而家最售嘅戶型咧係89、100同埋119方嘅，咁其中89方咧就係3房2衛，100同119方咧全部都係做到4房單位嘅。咁所以咧呢度戶型咧其實嘅實用性都係比較高噶啦。咁而家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咁而家帶大家睇嘅咧就係119方嘅一個戶型。咁佢見到啦，入到嚟咧，其實我哋呢度係一個半贈送嘅一個空間嘅，都屬於你嘅屋企入邊。咁後期咧，其實你 A 個位置咧，如果你擔心落雨嘅時候咧，例如會淋到呢個位置，其實你可以裝一個中空玻璃喺個位置。同時咧，你見到前面呢座橋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深中大橋。咁其實你翻屋企咧，你就可以望到一個深中大橋，同埋晚上佢着咗燈咧，其實好似一條金龍咁樣嘅。咁咧佢嘅入戶嘅櫃咧，做喺外面呢度咧有個好處係咩咧？咁其實咧就會令你生活上嘅雜物啊、鞋啊，其實我哋全部擺喺入邊。咁翻到屋企咧就乾乾淨淨。我哋係做咗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喺度，可以睇到。咁我哋左手邊啦嘅呢個位置咧，佢就係一個冰箱位啦，係啦。咁我哋嘅右手邊咧就係一個陽光嘅一個廚房。其實呢種類型嘅廚房咧，我個人係比較中意嘅，因為如果你封閉式嘅話咧，我哋喺煮飯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一個好孤獨嘅一個環境喺入邊。但係呢個開放式廚房咧，我哋可以邊煮飯，咁同時咧嗰個位置我哋仲可以睇住電視去煮飯，咁啊非常嘅一個舒服啦。
咁呢個戶型咧，一共咧係一個4房嘅一個設計，但係大家可以睇下，係啦，3個咧係朝南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朝北嘅一個房啦。咁咧我哋嘅主人房咧一樣就係朝南嘅，係一個套房嘅一個設計。咁同時可以見到啦，由我哋主人房咧可以望到伶仃洋，成片伶仃洋270度，全部可以望晒㗎啦。其實而家呢度賣緊幾錢咧？其實而家呢度賣緊嘅只係13000嘅一個價錢嘅啫。咁仲有好多啲朋友佢會問啦，咁我13000，我點解要買馬鞍島？我唔去買翻中山市區，因為中山市區而家博愛路嘅價錢都係呢個價錢。但係咧，佢嘅生活配套、交通配套、醫療配套咧，其實而家係好過馬鞍島嘅。咁如果係你嘅話咧，其實你會中意好似而家望到嘅買呢個景啊，比如話中山碼頭後期嘅會展中心，同埋如果天氣好嘅情況下，我哋喺呢個位置可以望到深圳嗰邊嘅。咁而家深圳嗰邊大家知道賣緊10萬蚊嘅價錢，咁你係會揀一個發展中嘅區域，定係會揀一個成熟嘅區域咧？咁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話我知。